已至此，你的10年之约，本座收下。方寒，谢师姐救命之恩。方寒，当初在方家，你定是与我撒了谎。你的修炼进境如此之快，必有其寓。师姐，其实，在逃出妖神祭坛之时，我就猜到了你的秘密。蛟伏黄泉图就在你身上。你且安心，我承诺过不会管你身上的秘密。修仙之人各有自己的奇遇仙缘，即便你身怀黄泉大帝道统，但与华天都定下10年之约，却实属不该。华天都他，华天都也有自己的大仙缘，他曾误闯仙人洞府，得到了上古盘武仙尊的衣钵道统。他修炼盘武大力神通，有无穷的法宝秘籍。现在他即将踏入长生秘境，你想在10年之内胜他，实属妄言。师姐，自我记事起，就食不果腹，备受欺凌。从那时我就知道，尊严要靠自己来争取。后来，承师姐知遇之恩，来到羽化门，可未曾想到，纵是仙门，也难逃弱手强食。历经数次生死劫难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我宁可死在追求力量与尊严的道路上，也不要在沉默中苟活。说得好，修行之路本就是逆天而行。如今天地大劫将至，仙魔大战一触即发，但祸福相依，大危机中必有大机遇。只有向死而生，才能搏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10年之内，我定与华天都一决生死。门派马上就要召开1年1度的山河榜，此届山河榜不同以往，会奖励魁首1枚阴阳万寿丹。你若能得之，可迅速突破到神通秘境。这山河榜就是你10年之约的第1步。你要用实力让小看你的人闭嘴。方寒定不负师姐厚望。我即刻就要返回小仙界，紫殿峰里符箓灵丹无数，你可随意取用。恭送师姐。这次天魔战场出现变故，晋升了不少内门弟子。为此，门派着我传授3门修炼之法：天地浩然气、混动吐纳功、元辰精神术。尔等则认真修炼即可。天地浩然气，万神归一，吐纳绝法6字耳。唏嘘思，呼喝吹，人神好清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而欲牵之，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，诚其心而神自清，自然6欲不生。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运用黄泉秘法，使黄泉图内的5只飞天夜叉互相吞噬蜕变，最终形成的修罗骨。现在我正要这骨与飞剑炼化合一，成为魔剑傀儡，为你所有。魔剑傀儡？不错，这魔剑傀儡
是把飞剑融入修罗骨刺中，练成以剑杀敌的凶残傀儡。等你滴血祭炼，它就会与你心灵相通，等于你的分身。如此甚好，历练多个帮手，修为的进境也能更快些。你现在也面临修为瓶颈了，与其在这儿闭门造车，不如我引你去地底世界历练，如何？不仅可以吸收魔物炼丹，还能采摘法晶玉石，提升修为。法晶玉石？传闻这些玉石是太古时代大战的遗宝。那次浩劫之后，残余的灵气和玉石结合，就形成了法晶。法晶玉石不仅能炼制法宝，还能辅助精神修炼，十分珍贵。好，待我克毕，咱们就前往地底。气聚则生，气散则灭。是故行气而依理者，寿元无穷也。走走走，去御膳堂吃饭。现在正是人少的时候。你去吧，我有所感悟，要潜心参悟，就不去了。哎呀，吃饱了才有力气修炼嘛。走走走走走走，这内门功法就是这样。看来我加倍修炼，你我二人共同参悟，应该能更快些。天地浩然气，果然玄妙。等我历练之时用于实战，可能另有收获。这不是方寒吗？你是谁？喂，山河榜第3的叶南天师兄，你都不认识啊？哼，方师弟忘性好大呀！天魔战场上，华师兄收你葫芦的时候，我也在场。师弟被打得匍匐在地的样子，当真令人记忆犹新呢。方寒屡教不改，罪孽深重，此子当废。是他。对了，你不是说你是青薇的未婚夫吗？还说哪个男人和青薇在一起就见一次打一次。我现在和青薇在一起了，你能奈我何呀？想激我出手？别急，再过几个月，就是内门重排山河榜的日子。山河榜第3是吧？我记住了，我会在山河榜上找你。方寒，你师妹莫气，若他真有本事登上山河榜，我定会叫他生死道消，用不着再苦熬10年，也为我青薇师妹出口气。青薇这里谢过师兄，家丑让师兄见笑了。举手之劳，师妹无需多礼。对了，我见师妹也没有什么趁手的法宝，带我去拜见万罗师兄，为师妹求一件上好的法宝，山河榜上也会有些用处。师兄，真是青薇知己之人。师妹且先回府，我安排妥当，再来唤你。辛苦师兄了。耳聪目明。拜见叶师兄。你们2个去跟住方寒，每天干什么，到哪里修炼，1个时辰都不能间断。如有异动，立刻向我禀报。明白。这是40枚晶元丹，你们拿着。等山河榜后，我自会去万罗峰，为你们1人寻得一件法宝。多谢叶师兄。
是吗？劳烦贺仙子了，你回去路上也要多加小心。这地底世界比瀚海沙漠要恐怖100倍，你要多加小心啊！我先溜了。几千年了，依旧是这潮湿幽暗的味道。地底世界别有洞天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黄泉圣河就来自这地底世界的最深处，那里可比这儿还诡异离奇，生存规则也更加残酷恐怖。深渊血狼，深渊血狼极其狡诈，体型也是瀚海沙漠的血狼数倍。他们头上凝聚的血晶，却是炼制丹药的绝佳材料。哦，哼，那他们要倒霉了。方寒，抓紧收取狼头上的血晶，然后来黄泉图里找我。我送你一件法宝。好。杀人放火金腰带，手脚不入识海，造化捉弄
上3尺山河在，烟草地狱18窟，白痛苦在人间。协调难明，愿不愿行？人间无情，我有情。草菅人命，听天由命，我来定我的命。树下，我沉默，孝敬英雄皆蹉跎。黄泉本来无一物，血海无涯送漠河。天地灭我有何用？血葬穹下分散。